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云林口湖乡有一位种卡马豆，也就是种卡马蜜的高手柯清水。伊所种的卡马豆有一个外号“玫瑰卡马豆”，也毋过伊咧种卡马豆进前是懵懵渺渺、无稳定的头路，一直到回到故乡了后，才一步一步种出着好食的卡马蜜。安尼故事嘛，从出册出绘本，翻做几啊种的语言来行销着在地农产。虽然柯清水已经来过身了，也毋过伊的太太彰显着玫瑰卡马豆的滋味，嘛，互这本绘本更加有意义。口乡一个农民柯清水，伊种做柑仔蜜受到消费者喜喜，嘛方号名叫做玫瑰柑仔蜜。不过，伫咧伊成功的背后，嘛藏一段使人感动的故事。都作家出着去替出版一本画册。就是几年前有一次，刘清燕老师啊，就在电视媒体上看到有人采访水哥，那当下他对这个议题其实就觉得很有兴趣。江宣庭嘛讲，这本画册嘛意外达成行销效果，真侪囡仔看完这本册，拢讲什么试食看卖，这特别的玫瑰卡马豆，当时嘛甲柯清水感动的故事继续传送出去。所以我很喜欢跟来的小朋友分享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我说，人这一辈子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好、做到满，我觉得这辈子就功德圆满。今晚这本画册毛翻译做真侪种语言到各国出版，互更侪人知影柯清水讲解故事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